受到颱風影響，淡水地區停水將近72小時，到2號仲有將近1成嘅民眾冇水可用。水公司表示會喺3年之內改善供水品質。不過，其實淡水喺100年前就有全台第一個自來水供應系統，估唔到而家一遇到颱風就停水，民眾抱怨連連。乾淨嘅湧泉由水源地流出嚟。淡水居民紛紛攞住水桶嚟到攞水。早喺1899年嘅日治時代，淡水係台灣主要嘅商用同軍事用港。日本人為咗避免井水、河水容易受到污染，當時用咗將近103000蚊日幣喺淡水建造台灣第一座自來水供應系統。面對淡海新市鎮人口成長同用水規劃，20年前供水系統亦都改由翡翠水庫支援，不過目前每日所需嘅用水量就要85000噸，加上2011年之後淡水人口以每年7到8000人嘅速度增加，又因為冇足夠嘅儲水加壓系統，所以處於管線末端嘅淡水變成停水比人快，供水比人慢。呢一片土地係台灣自來水嘅紅樹林加壓池預定地。原本規劃將提供6萬噸水俾淡水區嘅居民，不過受到附近居民抗議之後停工。台水淡水營運所表示，成個淡水區要有穩定供水，要等到2018年全區嘅加壓池完工。呢段期間，如果新店溪嘅原水續度唔改善，淡水仲係會面臨停水嘅狀況。